晚上好，歡迎收睇正在直播嘅中山新聞。首先嚟睇下新聞提要。今日上午，中山市第16屆人民代表大會第7次會議喺市文化藝術中心開幕，聽取和審議咗中山市人民政府工作報告。今日，中山市第16屆人民代表大會第7次會議喺市文化藝術中心開幕。開幕大會由大會主席團常務主席、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郭文海主持，市長尹念雄向大會作政府工作報告，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李長春作中山市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廖萬春作中山市中級人民法院工作報告，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周紅作中山市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大會主席團常務主席趙東航、陳福英、吳軍、黃超剛、徐寧軍、余振孝喺主席台前排就座。市政協主席莊樹俊、市委、市政府、市政協領導同志葉紅光、劉美新、林賢俊、曾毅、吳小飛、魯江、周作德、歐陽錦泉、陳輝東、陳夏廣、徐小利、林少棠、劉志偉、馮金怡、葉新紅、郭明星、張潔瑩以及大會主席團其他成員出席大會，並喺主席台就座。出席政協第13屆中山市委員會第5次會議嘅全體委員及列席人員列席開幕會。尹念雄喺報告中回顧咗2025年同14、5時期嘅工作。佢話2025年係中山發展史上好不平凡嘅一年。一年嚟，我哋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黨嘅20大同20屆歷次全會精神，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對廣東系列重要講話同重要指示精神，認真落實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喺市委嘅正確領導下，喺市人大及其常委會、市政協監督支持下，真揸實幹、攻堅克難，奮力推動中山高質量發展取得豐碩成果。尹念雄話：一年嚟，我哋全力以赴拼經濟、促發展，經濟運行穩中有進，全年實現地區生產總值4260.6億元，增長3.8%，規上工業增加值增長5.4%，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長3.5%，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3.4%，經營主體新增近5萬戶，增長7.2%。新增上市公司3家，累計達42家。加快推進珠江口東西兩岸融合發展，區域協同持續深化，全面推進城鄉協調發展，百千萬工程成效可感可及。着力推動產業科技互促雙強，新質生產力加快培育壯大，協同推進環境保護同污染治理，綠美中山成色更足。全力補齊民生短板，兜牢民生底線，民生福祉持續增進。全力以赴抗疫情護穩定，有力守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尹念雄話：經過2025年全市幹部群眾嘅團結奮鬥，中山14、5圓滿收官。5年嚟，面對嚴峻複雜嘅外部環境同艱巨繁重嘅改革發展穩定任務，全市上下迎難而上，勇毅前行，經濟社會發展取得咗顯著成就。呢5年，經濟總量持續攀升，地區生產總值連續跨越3500億元、4000億元台階，年均增長4.5%。經濟結構不斷優化，3次產業結構調整為2.3比51.4比46.3，製造業比重較2020年提升3.6個百分點，市場活力持續增強，經營主體總量比2020年淨增27.7萬戶，增長60%。四上企業增至9749家，淨增2739家，增長39.1%。參與大灣區建設步伐加快，城市發展格局持續優化，產業科技深度融合，現代化產業體系加快構建，城鄉融合發展深入推進，百千萬工程初見成效。改革開放持續深化，市場活力充分激發，生態環境質量不斷優化，美麗中山建設成效彰顯。文化興城工作紮實推進，文化體育事業繁榮發展，社會民生事業全面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同質量持續提升，政府自身建設不斷加強，行政效能進一步提升。
尹念虹喺報告中指出，15時期係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嘅關鍵時期。做好15期間各項工作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省委省政府對中山寄予厚望，期望中山喺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加快高質量發展，賦予中山加快打造珠江口東西兩岸融合發展戰略支點、珠江西岸高水平開放高地、現代化人民精品城市嘅新使命、新任務。我哋要着眼全國全省大局大勢，立足中山實際，推動事關中山現代化建設全局嘅戰略任務取得重大突破，為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奠定更加堅實嘅基礎。尹念虹喺報告中指出，15時期中山經濟社會發展嘅指導思想係全面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深入貫徹黨嘅20大同20屆歷次全會精神，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對廣東系列重要講話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實省委1310具體部署及省委省政府賦予中山喺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加快實現高質量發展嘅新使命、新任務，着力喺珠江口東西兩岸融合發展中走在前作表率，推動經濟實現質嘅有效提升同量嘅合理增長，推動人嘅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推動經濟總量再上新台階，高質量發展成效顯著，體現走在前作示範挑大梁嘅責任擔當，確保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取得決定性進展。尹念虹話，15時期中山經濟社會發展嘅主要目標係地區生產總值年均增長5.5%左右，高質量發展取得明顯成效，產業科技互促雙強並發新活力，區域協同發展持續提升，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取得更大成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現代化人民精品城市形象更加鮮明，人民生活品質不斷提高，美麗中山生態建設成效彰顯，安全發展屏障更加堅實。政府工作中，我哋將重點把握好以下6個方面：一係加快打造珠江口東西兩岸融合發展戰略支點；二係加快建設產業科技互促雙強重地；三係加快打造珠江西岸高水平開放高地；四係更大力度構建城鄉融合、產城融合新格局；五係全面建設現代化人民精品城市；六係全力打造更高水平幸福中山。尹念虹話，2026年係15開局之年，亦係中山推進高質量發展、現代化建設嘅關鍵一年。今年全市經濟社會發展主要預期目標係地區生產總值增長5%，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5.5%，固定資產投資增長5.5%，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5%，進出口總額增長3%，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長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同經濟增長基本同步。新嘅一年，我哋將重點揸好11個方面工作。一係深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加快打造珠江口東西兩岸融合發展戰略支點；二係堅持製造業當家，構建更具競爭力嘅現代化產業體系；三係強化創新要素支撐，全面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四係堅持擴內需穩外貿，築牢經濟穩增長基礎；五係更高質量推進百千萬工程，加快實現城鄉協調共同富裕。六係深化重點領域改革，增強高質量發展動力活力。七係深入推進綠美生態建設，建設更高水平嘅美麗中山。八係大力推進文化興城工作，打造現代化人民精品城市。九係持續保障同改善民生，不斷增強群眾幸福感、獲得感。十係更好統籌發展同安全，建設更高水平平安中山。11係全面加強政府自身建設，努力建設人民滿意政府。尹念虹話：使命重在擔當，實幹成就未來。讓我哋更加緊密咁團結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嘅黨中央周圍，喺省委省政府同市委嘅正確領導下，堅定信心，勇毅前行，腳踏實地，拼搏實幹，為中山推進高質量發展、加快現代化建設而努力奮鬥。本台記者同通訊員鍾仁宣報道。喺開幕大會上，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李長春代表市16屆人大常委會作工作報告。2025年，市人大常委會
依法履職盡責，主動擔當作為，各項工作取得新進展、新成效，以良法促發展保善治，聯合珠海、江門制定固體廢物污染防治區域協同法規，相關模式獲全省推廣。出台中山特色菜產業發展促進條例、蚊媒預防控制工作決定等法規文件，充分發揮代表作用，整合優化代表聯絡站至262個，設立20個產業鏈特色聯絡站，使16屆人大5次會議以嚟收到嘅221件代表建議全部按期辦覆，代表滿意同基本滿意率達100%。2026年，市人大常委會將聚焦珠江口東西兩岸融合互動發展、8千萬工程5年顯著變化等重大部署，精準確定履職重點，依法履行各項職權，為中山全面推進現代化建設提供堅強嘅民主法治保障。本台記者報道。喺開幕大會上，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廖萬春向大會作中山市中級人民法院工作報告。2025年，市中級法院喺省法院16項考核指標中，全部達到或優於目標區間，獲評2025年全省法院綜合提升審判質效綜合優勝單位，獲市級以上榮譽89項。全市法院緊扣省級改革創新實驗區建設、深中6個一體化發展等中心工作，創新跨境司法服務機制，審結涉外案件2163件，發布全省首份國際與區際司法協助工作白皮書；審結知識產權案件5203件，知識產權民事案件上訴率同比下降9.95個百分點；建立運行中山市金融糾紛集中調處中心，集約多元調處金融糾紛，聯合公安、司法、人社等21個部門、社會組織及各鎮街中治中心，設立100個訴調對接工作站。2026年，全市法院將緊扣15/5規劃開局部署，深化司法改革，強化隊伍建設，以更堅實嘅司法保障為中山高質量發展保駕護航。本台記者報道。喺開幕大會上，中山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周鴻向大會作中山市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2025年，全市檢察機關高質效辦理各類案件15600件，35個案例入選全國全省典型，36個集體同個人獲市級以上表彰。各項工作就喺全省第一方陣，為現代化中山建設提供有力法治保障。紮實推進化解矛盾風險，維護社會穩定專項治理，深入推進檢察信訪工作法治化，全年信訪總量6736件，重複信訪量199件，同比分別下降8.25%、16.74%。全面強化法律監督，清理刑事掛案3282件，監督立案195件，糾正執行難問題121件，輔檢聯動覆蓋20幾個領域，檢察建議採納率100%。2026年，全市檢察機關將聚焦15/5開局，深化平安中山、法治中山建設，強化法律監督，鍛造檢察鐵軍，以高質效履職，守護公平正義，護航中山高質量發展。本台記者報道。今日上午，市16屆人大7次會議舉行主席團第1次會議。會議推選市16屆人大7次會議主席團常務主席，推選全體會議執行主席，決定會議副秘書長，決定會議日程，決定會議表決議案辦法，決定代表提出議案嘅截止時間，決定將2026年中山市民生實事項目表決辦法草案提請全體會議表決等。本台記者報道。參加市16屆人大7次會議嘅人大代表，結合自身履職實踐，熱議政府工作報告。嚟自黃埔嘅家電企業代表許志勇話，報告將堅持製造業當家放喺2026年工作重要位置，提出規上工業企業數字化轉型全覆蓋，為傳統製造業指明咗升級方向。我們企業的話，26年我們會在那個研發，還有就是我們的設備上面一個更新，會進行一定的投入啊。然後就是重點的還是我們要推動我們企業的一個數字化的更新，數字化的一個變革的話呢，我們肯定就是在這個人員的那個智能化上面會更加便捷。
不用说天天待在公司，那我在出差的时候，我也能了解公司的整體的生產情況啊，等等各方面啊，能夠讓我對企業能夠更加了如指掌。市人大代表李建標話：政府工作報告總結咗14、5時期中山嘅各項工作，非常紮實，體現咗中山務實創新嘅精神。我認為呢，就是更加加好營商環境的這種提及，令到企業更有高效、更有信心。我們也繼續在商會裏面配合政府，加時做好服務工作，配合企業出海的一個計劃，令到企業更有底氣，做好生產經營、品牌的提升和整個對中山的高質量發展一起出力。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更高質量推進8000萬工程，堅持產業強振，支持鎮街做大做強特色經濟同支柱產業。市人大代表沙溪鎮黨委書記黃景輝話：未來沙溪鎮將立足服裝產業特色，促進農民旅深度融合。2026年，我們會全力推進這個沙溪服裝這個出國、出省。讓我們的廣貨能夠行天下。同時，在鄉村振興這塊，農文旅發展，我們會結合體育、美食、非遺、服裝等等 IP，進一步的促進消費。包括在第三產業，我們的批發和這個零售業的各方面，也已經蓄勢待發。本台記者鄭玉華、林良宏報道。琴日，市委書記郭文海、市長尹念雄同港澳政協委員代表座談交流，倡聚情誼共商發展。市政協主席莊樹俊出席座談會。郭文海代表市委市政府同中山人民對港澳委員們長期以嚟對中山發展嘅關心同支持表示衷心感謝。佢表示，近年嚟面對土地碎片化嚴重制約發展空間，城鄉水污染成為中央生態環保督察負面典型嘅嚴峻局面。市委市政府帶領全市上下日夜兼程奮鬥，爭分奪秒奔跑，堅定不移打贏打好低效工業園改造升級、水污染治理兩場攻堅戰，敢於挑戰不可能，以改革思維突圍破局，取得咗決定性戰果，為中山高質量發展打開咗全新局面，成績來之不易，凝聚咗廣大幹部、群眾、企業家同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們嘅努力同付出。當前深中通道開通，中山敞開咗東大門，迎嚟咗擁抱深圳、擁抱東岸、擁抱世界嘅歷史性發展機遇。港澳委員們情繫桑梓，貢獻家鄉，有住深厚嘅家國情懷。希望大家繼續認真履職盡責，積極建言獻策，同時充分發揮橋樑紐帶作用，令中山走向世界，令世界走進中山，共同將中山建設得更加美好。尹念雄表示，港澳委員們長期關心家鄉發展，為中山經濟社會發展作出積極貢獻，對大家嘅努力同付出表示衷心感謝。希望港澳委員們繼續積極獻智獻力，為中山代言，做家鄉發展嘅建設者。市政府將一如既往，用心用情服務，為委員們履職、創業、投資創造更加便利條件同優質環境。座談氛圍熱烈，港澳委員們表示，中山呢幾年變化非常大，感覺非常有希望，一定會越嚟越好。港澳委員們通過所見所感，暢談中山近年嚟嘅發展之變，並圍繞如何更好吸引港澳優質資源，如何深化中山同港澳喺產業、科技、人民、青年發展等領域嘅合作，建言獻策。大家紛紛表示將認真履職盡責，充分發揮橋樑紐帶作用，為中山高質量發展作出新嘅更大貢獻。劉美新、歐陽錦泉、馮金儀參加座談。本台記者報道。今晚嘅中山新聞播送完啦，稍後仲會有城市零距離。